各位觀眾、各位朋友，歡迎大家又嚟到我谷爆哥嘅生 Gmail 網站 Send Gmail Website。好啦，我哋依家咧已經去到第 T 集嘅第3課，就係 Gmail 谷歌電郵嘅聊天嘅第3課。呢一課咧講咩咧？呢一課咧最主要咧就係延續上一課咧，我哋講到咧喺聊天嘅期間咧，我哋係可以咧係加入咗視像會議嘅，即係話咧係聊天嘅視像會議。OK， 好啦，我哋而家走去 Gmail， 有咩方法嗱？譬如我哋睇到咧喺右下角咧，我同阿 David 咧已經做緊聊天嘅。咁如果咧想邀請阿 David 咧，直情係索性唔聊天啊，唔係淨係睇字啊，索性係直情咧係好似講電話，又可以見到對方，點樣咧？最簡單一步咧就係喺更多度傾一下，然後開始使用視訊即時通訊，咁咧就可以電話咁啊 call 阿 David 咯。David 收到之後咧，你跟住咧接聽啦。好啦 ，David 接聽啦，係嘛 ？OK。好啦，另外一個方法咧，選項度咧 click 一下嗰個視像頭，然後咧我哋揀我哋想去同佢傾偈嘅人 David。咁咧你會睇到咧，所有呢一紮嘅朋友裏邊咧，淨係得阿 David 開着咗嘅啫。咁我哋可以揾阿 David 咧聊天。綠燈就開着咗，橙燈就休息緊，其他咧就冇上線嘅。咁咧我哋 click 阿 David 啦，跟住咧開始 Hangout。好啦，又再邀請佢咯喎。好啦，邀請佢咧，佢會喺右下角咧收到加入嘅。好啦，佢接受邀請啦，佢用隻豬嚟代替佢自己嚇。喂，谷爆哥，你好啊！好啦，做完之後咧，我哋又係收咗佢啦。咁另外一個咧，最後一個咧，我哋就喺直情喺呢一個咧聊天室裏邊咧，我哋 click 嗰個視像頭，話俾阿 David 聽。但係通常咧，佢喺嗰邊係未必接收到嘅喎。佢咧就係話咧，你要咧再通知下佢。好啦，你再提交啦。同樣地咧，佢有個信息。好啦，我再重複一次講。第一個，我哋咧會喺咧更多嗰度聊天室更多度 click， 跟住咧開始使用視訊即時通訊。OK。第二個，我哋喺右手邊呢個咧，我哋要遲啲咧講俾大家聽點解可以將呢個聊天室嘅清單咧係擠咗喺右手邊嚇。好啦，你見到咧有一個發起 Hangout 嘅錄像機咧，我哋又係 click 開佢，又係做到頭先嘅功能通知阿 David 去大家視像會議。最後一個咧就喺聊天室嘅左上角呢個位置，我哋 click 開佢3個都得。多謝大家收聽收睇，拜拜。